好，来继续来看新竹县的尖石乡有一个2岁小男童食葡萄去见死，一粒葡萄竟然就爱囡仔一条命，所以家长真正会特别注意咯。尤其即摆学校当咧下寒，再加上疫情的关系，真侪家长会让小朋友踮伫咧厝内，但是其实这个厝内嘛是一个真会发生意外的所在，要安怎来避免呢？咱请专业的救护员讲互大家知。 一个囡仔伫咧行的耍，有的撒桶啊，有的徛伫咧桶仔顶，结果铁门顶一条锁啊，囡仔摕来耍，无细哩，桶仔扔去别位，锁就甲伊的阿妈棍锁掉花，加在边仔有人发现，则紧甲锁透开。囡仔踮伫厝内，摕着物件伫火厝内底煎，过去就无发生过食冷景，搁有食热狗嫁着，家长发救命的案件。敢若新北市去年就发生21件。 做家长的爱注意啊，囡仔若见到别怎？让他的口鼻不要遮住。接下来做背部拍击，1、2、3、4、5，抱住他的后脑勺。记得你的手肘一定要稳固在脚上，或是你坐在椅子上，头朝斜下。接下来做胸部按压，1、2、3、4、5。 厝内阁可能发生的意外，像拄啊倒落来，忽然间澹跋倒受伤，或者是去家具渐渐的所在弄到，家长一定拢要加注意。有开始晕眩，或是嗜睡，那肯定要评估是否有脑震荡的状况。今晚休寒，囡仔踮伫厝内，家长有时阵会无因家己的代志，无注意到囡仔，意外就可能会发生。家长尽量爱甲囡仔顾好条，才袂发生危险。